几天李庆团到位，有袂少人走到合欢山的武岭要等落雪，嘛四界来翕相翕美景。但是菜伫边仔警告标示，拢当作无看，竟然下过人间，走到这个危险的山壁，也即是山坎边来翕相，有够危险。 伫关关的山壁所在翕美景，不过边后菜一块警告标示是危险的区域，就算徛伫告示牌边啊，嘛当作无看到，继续翕。我觉得其实这样子对自己的生命保障真的是蛮危险。危险性，万一发生什么事之后呢？对不对？这个应该后果会很难堪。前一阵啊，连去团来袂少人上武岭等落雪。 到处安尼翕相，撞入去危险的地带。泰鲁国国家公园管理处讲，只要栏杆外面甲山壁，拢不应该撞入去。目前是没有啦，所以我们目前都是用劝导的或宣导方式来处理。管理处表示讲，拄到较侪人上山，就会派人去巡逻，提醒民众是毋是考虑增加法则咧，爱等类政府通过，或者是立法，才有可能开发。